还有个客家人，好来，像标给个 CD。还有个客家人，蒙神福社的客家人，润发福气，终身乐，天福报谢客家人 ，OK？ 音乐。上天非常相爱的一地方啊，播上来了我欣赏是，大家知道，做个有福气的客家人。伊难得个安慰啊，伊学落就感谢神，从下就祈祷个嘛，祈祷就感谢神。天堂阿爸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上主爱着生命，已经透过耶稣基督，伊个独生个来，推爱着个罪，担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来赎爱着一切个罪，我爱着通过耶稣基督个救赎，爱着个罪得到赦免。世上，我就都在心心相相转到天父面前呢，不是讲嘛个，欢欢喜喜的两手一个平安、恩惠、认真个祝福，恢复我哋做天父来的某一个身份，主啊，当中嘅客家人，到今日在台湾人是分冇了嘅，主啊，仲係日本嘅當中呢度嘅人已經信了主，得到主特別嘅見證，主啊，求主幫助我哋，也求主聖靈安排咱帶來充滿上嘅當中呢，幫我哋靠着主。或者叫按宝贵福音传出去，帮我哋上做一个见证人，帮我哋上做你合众嘅喜美，那非常感谢主，你带领300个同工，300个双人合唱团来到我哋嘅当中咧，哦主啊来为你做见证，求你祝福佢哋，嚟按到一个行程，按照你同这个恩典健康、喜乐、平安来见证重要。啊祝福半条嘅呢个福音堂，跟庄牧师夫妇庄子。同工弟兄姊妹同时派去才来到的为你所见证，特别。